镜头来看国际新闻，美国 CDC 的疫苗接种咨询委员会投票建议讲要停止对拄出世的婴仔注 B 型肝炎疫苗，认为这感染的风险是真低，建议若是要注疫苗，会等到2个月大时阵才来注。也这个决定是引起强烈的批评，有专家就烦恼讲，这恐惊是互更较侪婴仔去患着 B 型肝炎。 DFO has transcribed 8 votes yes and 3 votes no. The motion passes. 美国 CDC 疾管中心的 ACIP 疫苗注射咨询委员会通过投票通过决定，停止美国长期以来对拄出生迄日的婴仔注 B 型肝炎疫苗的建议。这款的决定遭到真侪医学甲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强烈批评，公卫政策倒退30年。This first dose was delayed to 12 years, which is being talked about widely among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. We would see something like, over 700 new hepatitis B infections. ACIP 认为，大多数婴仔感染 B 型肝炎的风险真低，认为过去对婴仔疫苗的安全调查研究并无充分，也关于医生甲护士并无甲家长充分讨论疫苗的优缺点，所以决定只建议对母亲检测，呈现阳性的婴仔甲母亲无接受检测的婴仔伫出生的时注疫苗。那家庭决定无要互囡仔伫出生迄日注疫苗，爱伫囡仔2个月大时开始注，也毋过说无法度提出婴后注的科学依据。美联社报道有一份报告评估，那婴后2个月注疫苗可能造成至少1400个儿童感染 B 型肝炎，造成480人死亡。They person after person got up and said, if you don't have a mother that has hepatitis B, then you're not going to get it as a child. And that's just wrong. 根据 CDC 数据估计，美国大约有240万个 B 型肝炎患者，其中有大概一半的人并唔知影家己已经互感染。美国过去伫1991年开始建议新生儿伫出世迄日注疫苗，互当年儿童18000例 B 肝病例大大降到2200例。虽然这份建议也要经过美国 CDC 决定敢是接受，不过即马已经有部分州甲地方官员表示，因无拍算听 ACID 的建议，儿童团体表示会继续建议所有的新生儿照过去规定注 B 肝疫苗。公司新闻台视董平玉。